雷霆881，叱咤903，有誰共鳴？大家好，我係黃子聰嘅主任。咁我而家嘅工作主要係做 STEAM 嘅統籌主任嘅。大家好，我係袁思偉，我係現時香港男子排球代表隊嘅成員。咁我今日想講嘅係分享一下我自己喺教學裏面嘅一啲經歷啊，去到現時喺教學裏面建立咗啲乜嘢，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我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下我打波嘅故事。有研究指出，本港學童上肢力量普遍較弱，影響運動表現，同時對學習亦都同樣有障礙，例如影響寫字嘅小手肌力量等。袁思偉指攀爬活動對小朋友發育及成長影響深遠，因為可以訓練小朋友嘅平衡力、專注力、小手肌，進而改善學習效能，同時亦都有助改善 SEN 學生情緒及專注力。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呢，我已經係一個運動狂迷嚟噶啦。由於爸爸係足球員啦，咁我細個經常跟佢去足球場嘅，睇佢踢波啦，又會喺場邊自己踢下波咁樣。夜晚喺屋企呢，亦都成日睇足球比賽。咁打機亦都係最中意玩足球遊戲，所以我好早就接觸足球運動噶啦。好自然去到小學嘅階段就加入學校嘅足球隊啦，參加訓練。禮拜六日呢，又會約同學去足球場踢足全日。咁點解無啦啦踢下波，我又會成為咗今時今日嘅排球運動員呢？咁就要講翻小學5年級嘅時候啦。當時體育老師呢，就上堂教排球，咁我哋玩咗2堂左右呢，老師就發現我好似幾有潛質，就問我有冇興趣試下學打排球。咁我當時就答應咗嘅。但係咧嗰陣時學校係未有排球隊嘅，佢就揾埋另外幾位同學一齊同我組隊啦，然後正式開始校隊嘅訓練。第一年打學界比賽嘅時候呢，我好記得其中一場比賽係對全港數一數二嘅隊伍，咁我哋敗陣而回啦，每局嘅得分呢，其實都得個位數嘅啫。當然呢，亦都同獎項係無緣嘅。去到中學階段，我就入咗一間運動發展比較麻麻地嘅中學啦。不過就係一啲入學前嘅活動裏邊呢，我喺學校見到幾位排球隊嘅師兄練緊波，咁我知道咗學校有排球隊啦，咁就順理成章咁加入咗啦。之後呢6年嘅中學生涯呢，我就用咗好多時間同個排球相處啦。雖然都仲有踢足球隊嘅，咁但係發現呢，自己喺排球嘅發展似乎係比較有優勢。咁漸漸就傾向專注練習排球嘅。咁其實除咗參加傳統嘅室內排球之外呢，我由中4開始呢，都有參加沙灘排球嘅學界比賽嘅。咁當時學校呢，喺沙排項目呢，同樣都係身處喺 Division 2嘅啫。咁但係第一年呢，我哋參賽呢，仍然係小組賽出局嘅啫。去到第2年，我中5嘅時候啦，就拎到 Division 2嘅冠軍啦。亦都因為咁啦，喺我中6嘅時候呢，就可以初嘗學界 Division 1嘅比賽啦。接下來呢，好神奇、好夢幻嘅事呢，就喺我中6發生咗。我同另外一同學夾檔第一次參加 Division 1嘅沙灘排球學界比賽，竟然係擊敗一眾傳統排球名校啦，全勝咁奪冠嘅。咁我好記得當時嘅報紙呢個標題係寫住我哋係奇蹟封王嘅。就係咁呢，排球喺我中小學嘅生涯呢，算係畫上一個幾完美嘅句號嘅。咁我希望透過自己小時候打波嘅一啲經歷啦，同大家分享下運動競技嘅奧妙啊。其實運動競技本身就係一啲遊戲嚟嘅啫。咁大部分人呢都會好享受當中嘅勝利，但係亦都有唔少人呢好害怕落敗啦。咁我認為識得正面積極咁樣面對勝負呢，先係當中最大嘅意義。咁我好想透過以下呢首歌，陳奕迅嘅《猜情尋》，鼓勵下各位，我哋唔使成日計較競技遊戲當中嘅勝負，就好似玩包剪揼咁樣，只要參與嘅人認真咁玩，全心咁去玩，就會好好玩嘅啦。因為遊戲有輸，亦都會有贏，除咗力氣之外呢，都會講埋命嘅。遊戲就算輸了亦有限，難過像過山車那麼辦，前程不管可否感受加燦爛，認真地玩，全心去玩，更好玩。遊
戲若有輸也就有贏，除了力氣當然也講命。明明當初貪玩怎麼想搏命，何必面青，何必太驚，快聽聽。別當你要奮勇血戰，無論聰穎或愚笨，猜猜情尋雖不如人，不影響你笑臉迎人。沒有說過你要戰勝，留下歡樂便無憾。猜猜情尋，猜猜情尋，還輸可以勝過別人，多一餐好教訓。前進後退不過是個夢，搖過蕩過不失個好夢。前程不管可否感受都有用，目標落空才可有空放輕鬆。別當你要奮勇血戰，無論聰穎或愚笨，猜猜情尋雖不如人，不影響你笑臉迎人。沒有說過你要戰勝，留下歡樂便無憾。猜猜情尋，猜猜情尋，還輸可以勝過別人，多一餐好教訓。可以勝過別人。別當你要奮勇血戰，無論聰穎或愚笨，猜猜情尋雖不如人，不影響你笑臉迎人。沒有說過你要戰勝，留下歡樂便無憾。猜猜情尋，猜猜情尋，還輸可以勝過別人，多一餐好教訓。不必當真。或者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係香港隊喎，咁細個打波嘅路途就一定係好順利啦。好似我頭先咁講，其實我喺中小學嘅排球生涯都有高高低低嘅，雖然都有拎過冠軍，但係其實輸嘅次數都唔少嘅。高中嘅時期呢，亦都曾經參加2次嘅香港青年代表隊選拔啦，結果2次都係連首輪入選名單都冇份嘅。之後入到大學，其實打排球嘅路呢，仍然係好崎嶇嘅。喺我大學1年級嘅時候啦，莫講話落場嘅機會，我就連比賽嘅名單都入選唔到，冇機會參加大專嘅比賽啦。不過喺同年嘅學期尾，我就見到再有一次嘅香港青年代表隊選拔，咁我又去挑戰，結果呢，今次就成功入選。呢次係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排球比賽，呢個就係亞洲青年錦標賽。之後到我大學2年級至到4年級嘅期間啦，我都入選比賽名單嘅。雖然係咁，但係比賽落場嘅時間係少之又少啦，長期都喺後備席嘅。咁當時咧，心裏面一定會有不甘啦。球隊贏波都唔識開心啊，又會喺度質疑自己啦，究竟係咪水平未夠呢？開始會有啲負面情緒啦。但係後來見識多咗之後呢，心態就逐漸成長啦。知道自己只要係中意打波嘅話，根本就唔需要去定義嗰個成敗得失。係落敗又或者落選嘅時候呢，我哋可能會覺得天塌下來咁大件事，
但係事後諗翻，其實又冇乜大不了嘅。只要咧自己熱情未減咧，我哋總會等到發光嗰一刻嘅。時間去到我大學畢業啦，投身社會啦，咁當時嘅我仍然係好熱愛打排球嘅，亦都冇因為工作繁忙啊或者疲勞咧而放棄任何一課嘅練習。就喺我第一年翻工嘅時候咧，咁我首次入選香港成年嘅代表隊啦。相比起大部分嘅港隊成員呢，其實我係比較遲獲得賞識嘅。加入隊伍，入隊初期嘅時候呢，我都只係跟隨球隊參與訓練啦，冇乜出場嘅機會嘅。後來疫情開始啦，訓練更加係停止咗嘅，所以內心都好焦急，好想快啲爭取機會證明自己。直到加入香港隊嘅第3個年頭啦，我第一次得到機會用香港成年代表隊嘅身份呢去參加亞洲錦標賽。喺其後幾年呢，咁啊逐漸成為咗港隊嘅主力成員啦，先後參加多個國際比賽啦，更加包括杭州嘅亞運會啦。咁呢段時間呢，可以話係我排球生涯嘅第一個高峰啦。跟住落嚟呢，我想同大家分享陳蕾嘅《繁星》。因為當中嘅每句歌詞咧，都俾咗好多力量啦，同埋鼓勵我嘅。希望都可以利用呢首歌咧，幫到一啲正喺度為夢想、為理想打拼嘅你哋。尤其當中嘅一句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從來沒標準答案。係嘅，我哋總會贏過，亦都會輸過。咁係成功定係失敗，其實就睇我哋點去睇。自問呢，資質唔算好高嘅我呢，單純帶住熱情呢，都可以揾到發光嘅機會。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好似歌詞咁講，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闖，泥濘路笑着走過，平凡像我亦可做我的主角。做什麼都不被看好，自問資質不算高，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我也很想可被看到，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可在親友面前提到，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平凡人那麼多，多了我這麼一個。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對地方，誰人都可發光，讓我熱情依然未乾。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從來沒標準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想可被看到，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可在親友面前提到，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平凡人那麼多，多了我這麼一個。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對地方，誰人都可發光，讓我熱情依然未乾。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從來沒標準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
香港男子排球代表隊成員袁思偉老師，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排球圈外嘅人呢，可能都會誤會我哋香港代表隊嘅成員係咪即係職業運動員啊咁樣。其實呢，我哋香港嘅本地排球呢係冇職業球隊嘅，打到香港嘅最高水平啦，甲一組嘅聯賽裏邊呢，所有球員其實都冇因為打波而得到任何嘅收入。大部分成員呢都係一邊讀書一邊打波啦，又或者好似我咁樣一邊工作一邊打波。有時我會形容自己而家嘅狀態呢，就好似打2份工咁樣嘅。喺過往嘅6-7年呢，都將日常嘅工作啦，同埋排球嘅練習呢，將自己每日嘅時間表呢都幾乎填滿。星期1至5朝頭早大約9個鐘嘅工作啦，每個星期又會有6個夜晚呢進行2至3小時嘅訓練。其實每日夾埋呢，都係得大約6個小時嘅休息。身邊嘅人呢，可能都會問：咁你攰唔攰噶？其實都真係好攰噶。對於運動表現呢，亦都有負面影響。不過我知道自己咧仍然係好享受嘅，好攰嘅同時咧又有滿足感。當然有時候咧工作上嘅壓力或者球場上嘅逆境都會令自己情緒低落啦，覺得生活太多嘅重擔啊，好想放慢個呼吸，放慢個腳步。如果你都有共鳴嘅話咧，我好想同你分享以下呢首歌，係衛蘭嘅《呼吸之間》。因為每當我感到好攰啊，或者生活有啲唔如意，心情有啲浮躁嘅時候呢，我都好中意聽翻呢首歌嘅，好似有把聲音喺耳邊安慰自己咁樣。有時練完波好攰，揸車翻到屋企呢都已經好夜啦，我都會選擇留喺架車度，合埋對眼聽埋呢首歌先至落車嘅。希望呢首歌呢都能夠為有啲忐忑啦，有啲焦急啦，有啲不安啦，有啲迷茫嘅你呢，送上安慰嘅。Close your eyes, hey, it's me。平靜去將呼吸感覺全部放慢。有多久未歇息一晚？來讓我將不安沖淡。迷失於世代聚散，太多的重擔，何苦將責任獨攬？也許不必習慣，停不低思緒，有時捱到太累，我知停不低苦惱，有時浮躁，你很介意。吸一口氣，呼去你心事，讓我為你寫首詩。無端卻比較，偶然迷惘挫敗，我知。無端卻指責，偶然頹喪，你很介意。吸一口氣，默然靜聽，從心中找到冷靜，心聲聽到我來和應。如淡的焦急別重溫，感覺着淚眼，要放低的重擔，行累了別浮躁。好記得小學5年級嘅一篇作文係關於我嘅夢想啊！我當時咧就寫咗夢想代表香港隊比賽，
細個嘅時候呢，會覺得呢件事好遙不可及，不過都一直向住呢個方向去邁步啦。到今時今日諗翻，我會覺得自己好幸運能夠實現夢想。雖然我嘅夢想唔係好宏大，但係都好多謝自己曾經有過呢一個夢想嘅。因為喺過往嘅10幾20年啦，我每朝嘅瞓醒都會可以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去追逐，令到自己經常都充滿動力。呢幾年嘅排球生涯呢，對我嚟講可以話係遲嚟嘅高峰期。除咗入選香港隊之外，我今年亦都好慶幸呢，可以喺香港嘅排球聯賽為球會連續3年奪得總冠軍。而更加夢幻嘅係呢，自己今年可以喺屋企人同埋朋友到場支持底下呢，獲得總決賽嘅最有價值球員。有時候喺屋企望到啲獎牌，或者喺電話睇到啲相，都會好感觸。感觸嘅呢，唔係因為呢啲獎項會為我哋帶嚟乜嘢實質嘅回報，而係呢啲經歷呢，令我清楚肯定自己一直以嚟嘅付出。除咗要多謝一直以嚟支持我嘅伴侶啦、家人同埋朋友，仲有合作過嘅教練同埋隊友之外呢，我亦都好想多謝自己一路以嚟嘅堅持，話俾自己知呢啲堅持係值得嘅。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 Dear Jane 嘅多謝你自己，好似歌詞咁講啦，若有天讓你揚名驚天地，榮獲你要的勝利，留10秒好好多謝最初的自己。希望大家都識得欣賞自己，多謝自己。就算無人給你頒獎，請你也給你鼓掌。努力過後呢，為求獨處的晚上，回望這一生的作品，能被你本身景仰。若有天讓你揚名驚天地，榮獲你要的勝利，留10秒好好多謝最初的自己。窮極了還是要爭氣，常要追的夢不發願不會死，完成喜歡的事先不考慮口碑，無人給你頒獎，捧過那杯當得獎，維持熱血不要涼，別讓旁人褒貶，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觀賞，台下也不用太哀傷，明明是你揀這樣，難道初心跟風向擺，能被你衷心敬仰，除非你圓滑到合照都笑得不牽強，不怕開場等到收場，殿堂未能上，無人給你頒獎，請你也給你鼓掌，明晨又去追太陽，活着完成今生，未完結那一章，仍然優雅生長，其實已不用再得獎，為求獨處的晚上，回望這一生的作品，能被你本身景仰。此時此刻有誰共鳴？希望各位能夠支持盈動香港體育基金，協助佢哋推廣本地嘅運動發展，令到年青人可以有健康嘅生活習慣，令到本地嘅運動員有更加多嘅支持。盈動香港體育基金嘅願景係以體育造就青年，使命係體育和社會流動力，體育和性別平等，體育和社會共融，體育和健康生活。通過體育訓練項目、學習經歷活動及運動倡議工作嚟實踐使命。我係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黃子聰主任。我係香港男子排球代表隊嘅成員袁思偉。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到50881-903，捐出5蚊，支持盈動香港體育基金。此時此刻有誰共鳴？
支持 SMS 共鳴熱線嘅機構包括1010 CSL、中國移動香港、Sun Mobile、SmarTone 及3以及潘永祥會計師事務所。